国际上要紧来看，英国首相苏纳克昨是雄雄讲要提早伫咧7月初4大选，外界就咧叫讲是因为目前执政的保守党逼出真济歹代，经济嘛继续咧歹，这提早大选恐惊是为着卖输甲受歹看。 英国首相苏纳克日前伫寒夜唐宁街南河做出重大宣布，被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大盘搅。不过，伊讲话时阵，雨愈落愈大，愈来远工党放送党歌，代志只会变搁较好，也愈来愈大声。These uncertain times call for a clear plan and bold action to chart a course to a secure future. 苏纳克表示，这是英国选择未来时刻。不过，现实情形是，执政的保守党因为生活成本危机甲经济环境小贷，民调参数和在野工党超过20%，已经是真济所在选举。苏纳克强调，即马经济已经转好，只有保守党才能伫全球无稳定的时期领导英国，将国家交予工党，未来会充满无确定性。保守党执政14年，工党5年前失败了后，党魁施凯尔对党进行改造，将以前倾向左倾优惠中间路线，也普遍被认为会是下一任的首相。One, because we will stop the chaos. Two, because it's time for change. And finally, three, because we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rebuild Britain. 几下下无关系讲出名的保守党议员表示，英国经济情形未来可能会恶化，表示目前是选举的好时机。 He's taken the initiative, which makes him look strong, bold. The economy, whatever he says, is still fairly weak. Inflation has come down, but it's still there. It's also true, of course, that public services are in trouble. 苏纳克已经向国王查尔斯3世提出解散国会，得到允准，二是停止运作。30开始，就会有5礼拜正式竞选活动。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